第15章行為改變嘅基本原則。1990年代後期，一位叫史蒂芬·盧比嘅公衛研究員離開咗佢喺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嘅家鄉，買咗張飛去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卡拉奇嘅單程機票。卡拉奇係世界上人口數一數二多嘅城市之一，到咗1998年，已經有超過900萬人住喺度。佢係巴基斯坦嘅經濟中心同交通樞紐，有該地區最繁忙嘅機場同港口。喺呢個城嘅商業區，你會見到標準嘅城市設施同埋車水馬龍嘅市中心街道。但係卡拉奇同時都係世界上最唔適合人住嘅城市之一。卡拉奇有超過60%居民住喺貧民窟同非法佔用嘅聚落。呢啲人口密集嘅區域，到處都係用舊木板、煤渣磚同其他廢料亂咁砌成嘅臨時房屋，冇垃圾處理系統，冇電力供應，冇乾淨食水。乾嘅時候，街道就係塵土同垃圾嘅集中地；落雨嘅時候，街道就變成積滿污水嘅泥坑。蚊蟲喺一灘灘死水度滋生，細路仔喺垃圾堆度玩。唔衛生嘅環境令到疾病廣泛傳播。受污染嘅水源導致腹瀉、嘔吐同肚痛流行。住喺度嘅細路仔接近30%都營養不良。咁多人逼喺咁細嘅空間度，病毒同細菌傳播得好快。就係咁樣嘅公衛災難，將史蒂芬·台盧比帶到巴基斯坦。盧比同佢嘅團隊意識到，喺一個衛生條件極差嘅環境度，單係洗手呢個簡單習慣，已經可以對居民健康有好大影響。但係佢哋好快就發現，當地有好多人都早就知道洗手嘅重要性。不過，就算知道，好多居民仍然好求其咁洗手。有啲人只係將對手快速掠過水龍頭下面，掂一掂水就算；有啲人只係洗一隻手，仲有好多人喺煮嘢食之前完全唔記得洗手。個個都話洗手好重要，但好少人養成洗手嘅習慣。問題唔係在於知唔知道，而在於有冇實際去做。於是，盧比嘅團隊同寶僑公司合作，提供舒膚佳香皂俾當地居民用。比起普通番台，舒膚佳香皂用起上嚟更加享受啊！喺巴基斯坦，舒膚佳係頂級香皂。盧比話俾我知，研究嘅參與者成日提到佢哋幾中意呢一款香皂。舒膚佳容易起泡，啲人就可以將雙手塗滿肥皂泡，而且佢聞落好香。一夜之間，洗手變得更加令人愉快。我冇將宣傳洗手呢個目標睇成行為改變，而係睇成習慣嘅採用。盧比話，比起採用一項唔會提供愉快感官回饋嘅習慣，例如用牙線，叫人採用可以提供強烈正面感官體驗嘅產品容易好多，例如薄荷美牙膏。寶僑嘅營銷團隊表示，目標係創造正面嘅洗手體驗。幾個月內，研究人員就發現該區細路仔嘅健康好快有咗改善，腹瀉發生率下降咗52%，肺炎發生率下降咗4%，膿瘻症，一種皮膚細菌感染，發生率就跌咗35%，長期效果更加好。盧比話俾我知，我哋6年之後返去卡拉奇探訪，當初獲得免費香皂，被鼓勵洗手嘅家庭中，90%都有咗裝有自來水嘅洗手台，同埋放咗番台。呢5年幾以來，我哋冇再提供任何香皂俾實驗組，但喺之前嘅實驗中，佢哋已經好習慣洗手，所以繼續保持落去。呢個好有力咁證明咗行為改變第4法則，讓獎賞令人滿足。當體驗令人滿足，我哋比較有可能重複某個行為。呢個完全合乎邏輯。愉快嘅感受，累累就算只係用又香又容易起泡嘅番來洗手咁細嘅愉快，係俾大腦嘅信號，呢種感覺好好，下次要再做。愉悅感令你嘅大腦知道某個行為值得記住同重複。以香口膠嘅故事為例，成個19世紀，香口膠都有商業販售，但直到箭牌香口膠喺1891年上市，嚼香口膠先成為風行全球嘅習慣。早期嘅香口膠用相對冇味嘅樹枝製成，遲遲有嚼勁，但唔好食。箭牌徹底革新呢個行業，加入咗白箭、綠薄荷同黃箭、果汁等味道，令產品變得好食又有趣。跟住佢哋更進一步，開始將嚼香口膠塑造成一種清潔口腔嘅方式。廣告話香口膠會令你口氣清新。
好食嘅味道同清新口氣嘅感覺，立即強化咗呢項產品，令佢用起上嚟令人滿意。消費量飆升，箭牌亦成為世界上最大嘅香口膠公司。牙膏嘅發展軌跡都好類似，為產品增添綠薄荷同肉桂等風味之後，生產商好成功。呢啲味道其實冇令牙膏變得更有效，只係創造咗口腔清潔嘅感覺，同埋令刷牙嘅體驗更加令人愉快。我老婆就因為唔中意口中留下嘅味道而停用舒酸定牙膏，改用薄荷味較強嘅品牌，結果確實令佢更加滿足。相反，如果一個體驗唔令人滿足，我哋就冇咩理由重複。研究過程中，我遇到一個女人，佢有個超自戀嘅親戚，成日令佢好嬲。為咗少啲時間同呢個自大狂相處，每當呢個親戚喺度，佢都盡量令自己好悶。見咗幾次之後，呢個親戚開始避開佢，因為覺得佢太悶。呢啲故事證明咗行為改變嘅基本原則：帶嚟獎賞嘅行為會被重複，帶嚟懲罰嘅行為會被避免。根據過去得到獎賞或者懲罰嘅經驗，我哋學會未來點樣做。正面情緒培養習慣，負面情緒摧毀習慣。行為改變嘅前3條法則：讓提示顯而易見，讓習慣有吸引力，讓行動輕而易舉，增加咗我哋今次執行某個行為嘅機率。行為改變嘅第4條法則：抬可讓獎賞令人滿足，抬可就增加咗我哋下次重複該行為嘅可能性。習慣回路就咁完成咗。但係有個竅門，唔係任何一種滿足都好，我哋追求嘅係立即嘅滿足。立即獎賞同延遲獎賞之間嘅不一致。想象自己係漫步喺非洲大草原上嘅動物類類，長頸鹿、大象或者獅子類類，任何一日，你嘅決定大多會即刻產生影響。你成日諗緊要食咩，或者要喺邊度瞓覺，或者點樣避開獵食者，成日將焦點放喺當下或者好近嘅將來。你活喺科學家所謂立即回饋嘅環境度，因為你嘅行為會即刻帶嚟明確嘅結果。而家翻返去你嘅人類身份，生活喺現代社會度，你做嘅好多選擇都唔會即刻帶嚟好處。喺工作上表現出色，你會喺幾星期後收到人工支票。今日做運動，可能下年就唔會過重。而家開始儲錢，可能幾10年後就有足夠嘅錢享受退休生活。你活喺科學家所謂延遲回饋嘅環境度，因為可能要努力多年之後，你嘅行為先會帶嚟你想要嘅報償。人類嘅大腦並冇為延遲回饋嘅環境演化。20萬年前嘅晚期智人係最早擁有相對類似現代人大腦嘅人類，特別係新皮質。大腦最遲演化出嚟嘅部分負責語言等高階功能，同現代人嘅尺寸差唔多。20萬年嚟大致冇變，配備住舊石器時代硬件嘅我哋，生活喺現代社會，直到近期，大約最近500年，以延遲回歸嘅環境為主嘅社會先成型。比起大腦嘅年紀，現代社會仲好新。最近100年，我哋見證咗汽車、飛機、電視、個人電腦、互聯網、智能手機同埋碧昂斯嘅出現。呢個世界喺近幾年變動好大，但人類嘅天性冇太大改變。同非洲大草原上嘅其他動物一樣，我哋嘅祖先成日都喺度應付生死攸關嘅威脅，確保下一餐嘅食物，諗辦法喺風雨中揾到遮擋嘅地方。所以將立即嘅滿足睇得好重都係理所當然。遙遠嘅將來比較唔使顧慮。而生活喺立即回饋嘅環境中幾千代之後，我哋嘅大腦演化為鍾意快速報償多過長遠報償。行為經濟學家將呢種傾向稱為時間唔一致性。大腦對報償嘅評價隨住時間唔同而唔一致。比起將來，你更加重視當下。呢種傾向通常對我哋有益。當下確定有嘅獎賞，佢嘅價值通常比將來可能有嘅獎賞高。不過，我哋對立即滿足嘅偏好有時會造成問題。明知食煙會增加患肺癌嘅風險，點解有啲人仲要食？明知食太多會增加肥胖嘅風險，點解有啲人仲要暴飲暴食？明知唔安全性行為可能會令自己染上性病，點解有啲人仲要咁做？
了解大腦點樣決定獎賞嘅優先次序，答案就好明顯。壞習慣嘅後果被延遲，其獎賞卻係立即㗎。食煙可能會喺10年後攞你命，但而家就可以為你減壓，解除煙癮。暴飲暴食長期嚟講有害，但當下可以滿足口腹之慾、性愛，安全或者唔安全嘅，即刻就可以提供愉悅。疾病同感染就要幾日或者幾星期，甚至幾年後先會出現。隨住時間過去，每個習慣都會帶嚟多重結果。可惜嘅係，呢啲結果往往唔一致。壞習慣嘅即時結果令人感覺好正，但最終結果就會令人感覺好差。好習慣就相反，即時結果唔係咁享受，但最終結果就會令人感覺好好。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提巴斯夏為呢個問題提供咗清楚嘅解釋。當即時結果令人中意，之後嘅結果就會帶嚟災難。相反嘅情況幾乎次次都係咁。一個習慣最初結出嘅果實越甜，之後嘅果實往往越苦澀。換句話講，好習慣嘅代價喺而家，壞習慣嘅代價喺將來。大腦對即時滿足嘅偏好代表你唔能夠單靠良好意願。當你計劃減肥、寫書或者學語言嘅時候，其實係威3張科尼嘅自己訂計劃。而當你諗到理想嘅未來生活，就好容易睇到可以帶嚟長遠利益嘅行動嘅價值，因為我哋都想將來嘅自己過得更好。但係當要做決定嘅時候，即時滿足往往會贏。你唔再為咗夢想身材更好、更有錢或者更快樂嘅將來嘅自己做選擇，而係為咪想食飽、想被縱容或者想被娛樂嘅而家嘅自己做決定。一般嚟講，一個行為帶俾你越多即時快樂，你就應該越強烈質疑呢個行為同自己長遠目標係咪一致。了解咗大腦重複或者避免某啲行為嘅原因之後，我哋更新一下行為改變嘅基本原則。帶嚟即時獎勵嘅行為會被重複，帶嚟即時懲罰嘅行為會被避免。人類對即時滿足嘅偏好揭示咗一個關於成功嘅重要真相。由於大腦嘅設定，多數人會用晒所有時間追求即時滿足，比較少人選擇延遲滿足嘅路。所以如果你願意等獎賞，就會遇到少啲競爭，得到嘅回報往往更大。俗語講得好，最後一哩路最少人擠。研究正正顯示咗呢點。擅長延遲滿足嘅人，學術成績較高，濫藥機會較低，肥胖可能性較低，應對壓力嘅方式較好，社交技巧較優越。我哋都喺生活見到好多例子。如果延遲睇電視嘅時間，先做功課，你通常會學到更多嘢，成績更好。如果喺商店唔買甜點同薯片，返到屋企往往會食得更健康。喺某個時間點，幾乎每個領域嘅成功都需要你為咪將來嘅回報而忽略即時獎賞。問題嚟啦，大多數人都知延遲滿足係明智嘅做法，佢哋想要好習慣帶嚟嘅健康、高效率、心靈平靜等好處，但喺做決定嘅時候，呢啲成果好少會被放喺第一位。好彩嘅係，訓練自己延遲滿足係有可能嘅來，但要順住人性嚟做，唔可以逆住。最好嘅方法就係為長遠有益嘅習慣加啲即時快樂，為長遠無益嘅習慣加啲即時痛苦。點樣令即時滿足對你有利？維持一個習慣嘅關鍵係成功嘅感覺，就算只係小成功。成功嘅感覺令你知道個習慣有回報，努力係值得嘅。理想情況下，好習慣嘅獎賞就係習慣本身，但現實係，除非好習慣俾到啲嘢你，否則你好難覺得佢值得。初期全部係犧牲，去咗幾次健身室，但冇變壯、變瘦或者變快去，至少睇唔出。直到幾個月後，當你減咗幾磅，或者手臂開始有線條，為咪運動而運動先會變得容易啲。一開始你需要一個理由去堅持，所以即時獎賞係必不可少嘅。當延遲嘅獎賞喺唔顯眼嘅地方累積時，呢啲即時獎賞可以幫你保持動力。講到即時獎賞，其實我哋講緊嘅係一個行為嘅結尾。任何經驗嘅結尾都好重要，因為比起其他階段，我哋往往最記得結尾。所以要令習慣嘅結尾令人滿足，最好嘅方法係強化，即係用即時獎賞提高一個行為被執行嘅機會。第5章提到嘅習慣堆疊係將習慣同即時提示連埋一齊，令開始執行嘅時機變得明顯。
強化法則就將習慣同即時獎賞綁埋一齊，令你喺結束時感到滿足。處理想避免嘅習慣，即係想停止嘅行為踩時，即時強化特別有用。堅持唔好亂使錢，或者一個月唔飲酒，呢類習慣可能幾有挑戰性，因為當你唔去酒吧嘅優惠時段，或者唔買某對鞋嘅時候，咩事都冇發生。本來就冇行動時，好難令人感到滿足。你做嘅只係抵抗誘惑，冇咩好滿足嘅。一個解決方法係將情況反轉，令避免變得可見。開個儲蓄戶口，用你想要嘅嘢命名，可能係皮褸，然後每跳過一樣嘢唔買，就喺個戶口存入同等金額。早餐冇飲攞鐵，轉5蚊入去，下個月唔訂 Netflix，轉10蚊入去，咁樣就好似為自己創造一個積分計劃。見到自己因為儲錢而離皮褸更近一步，呢種即時獎賞會令你感覺良好，而唔係覺得被剝奪。你令冇行動變得令人滿足。我嘅一個讀者同佢太太用咗類似策略，佢哋想盡量唔出街食飯，多啲喺屋企煮，於是開咗個叫歐洲之旅嘅戶口，每跳過一餐出街食就轉50蚊入去。到年尾，佢哋就用儲落嘅錢去旅行。要注意嘅係，選擇嘅短期獎賞必須能夠強化你嘅身份認同，唔可以同佢衝突。如果你想減肥或者睇多啲書，買件皮褸冇問題。但如果你嘅目標係減少開支同儲錢，呢個獎賞就行唔通。你可以選擇用浸泡泡浴或者散步嚟獎勵自己，咁樣就同你想要更多自由同財務獨立嘅終極目標一致。同樣，如果你用食雪糕嚟獎勵做完運動嘅自己，就等於投票俾相衝突嘅身份認同，到頭來只係互相抵消。相反，你可以選擇用按摩做獎賞，又享受又符合照顧身體嘅目標，咁樣短期獎賞就同成為健康嘅人嘅長期願景一致咗。最後，當更好嘅心情、更多能量同更低壓力等內在獎賞出現時，你就冇咁忙於追求次要獎賞。身份認同本身就成為強化劑，你咁做，因為你就係咁嘅人，做自己感覺好好。習慣越成為你生活嘅一部分，你越唔需要外在鼓勵去堅持。動機令你開始習慣，身份認同令你維持習慣。不過，證據累積同新身份認同出現都需要時間。喺等長期獎賞出現時，即時強化可以幫你喺短期內保持動力。總括嚟講，一個習慣要令人覺得愉快，先可以持續落去。一啲簡單嘅強化，例如好聞嘅香皂、清新薄荷味嘅牙膏，或者見到戶口多咗50蚊，能夠提供所需嘅即時快樂，令你享受一個習慣。當改變令你覺得愉快、享受嘅時候，想改變就好容易。本章重點：行為改變第4法則係令獎賞令人滿足。當經驗令人滿足，我哋比較有可能重複一個行為。人類大腦進化到優先考慮即時獎賞，而唔係延遲獎賞。行為改變嘅基本原則，帶嚟即時獎賞嘅行為會被重複，帶嚟即時懲罰嘅行為會被避免。維持一個習慣嘅關鍵係成功嘅感覺抬抬，就算只係小成功。行為改變嘅前3條法則：令提示明顯，令習慣吸引，令行動容易，增加我哋今次執行某個行為嘅機會。行為改變嘅第4條法則：令獎賞令人滿足，就增加我哋下次重複呢個行為嘅可能性。